有样就度忙。世界各地甘露洒，愿广新词尽莲香。沧桑变幻人未老，弟子叩拜祝无疆。赶赴新天献恩师，正思祈愿又登堂。说法谈正无疲厌，落笔成文记诸经。劝谏行善热似火，鞭挞作恶锐如针。清凉法语慧真言，水乳交融入凡心。南山大寿今又至，遥祝静安满门春。弟子灵莲有话对您说。2年您没有来了，您不在的时候，我需要面对很多的事情。曾经是您站在前面，但是现在疫情隔断了您不能过来，我现在就必须要强大的这种臂膀站在前面，但是我非常的弱小，我需要师父的这种力量。2年来，我经历了很多。我叫灵莲，我们是一个师傅的。这是你儿子是不是？嗯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一定会成佛，这是一托的誓愿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师父，今天是您的生日，弟子们在这里特别拍摄这个视频，用一种新的形式为您庆生。这个快板节目，是莲友们精心为您准备的。我们可能有一些人要做动作，有一些人要打快板。长打，我们打的时候，你们的板从来就不出声。虽然大家打快板不是很专业，但是我们的心确实没有一丝一毫的减损。希望师父能收到弟子们真心的祝福。虽然我们不能到您身边亲自拜寿，但是我们的心不会改变。你要是剩余，你可以补空，大片往下那么盖，多好看啊！字儿都给它抄不好。师父上人生日快乐！今日大家所有发心的莲友，带着感恩心、恭敬心，特别在此向师父上人拜寿。100恩师佛光照。200恩师法常转。300恩师体安康。400恩师常住世。500恩师辅绵长。600恩师广度众。700恩师无障难。800恩师寿
久拜恩师皆满愿。拜。起。十拜恩师彭吉祥。拜。起。师父您的生日，我们在这里为您点灯，为您祈福。每一盏灯都是弟子们的心意，我们希望师父可以长久住世。这盏灯是您与弟子们的心，师父，我们在这盏灯中看到您，我们在这盏灯中有我们的心。感恩师父，我们心永远在一起。恩师你好，我是通化的开莲，向您汇报一下我这2年的收获。我在灵莲师姐的帮助下，我才真正走上了学习正法的道路，尤其是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，我更加感受到了恩师您的慈悲，听师父的开示，我真正明白了一些佛法的道理，会把在中心结缘的开示的小机器，分享给我的好朋友。也能听您的法音法语，我也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。我现在呢，方向明确，信心满满，开莲这一生就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，好好学习佛法。我现在都特别骄傲地说，师父，我是您的弟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上人你好，我是弟子爱莲。2020年开始，疫情来了。师父您得到了消息，第一时间就告诉莲头中心的义工去筹集物资。当时灵莲师姐接到任务，告诉莲头中心所有的义工，能出来的义工全部筹集口罩、医护服、防护服，所有的东西要第一时间支援。我在河南水灾，师姐带领着中心的义工以及邯郸、海南3地的义工，为河南新乡捐助物资。师父，这都是您的教化，我们跟随着您的脚步，让爱洒遍了大地。哪里有危险，哪里有困难，哪里有需要，就有您的身影。我们就是您的手臂，
虽然我们见不到你，你指到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我是弟子嘉莲，感恩师父能在东北长春设立了联络中心。在这2年没有见到师父的情况下，在灵莲师姐的带领下，我们继续团结一心，听从恩师的安排，把中心的工作做得更好。我是您的弟子唐莲，我是去年11月初走到中心来，感恩您慈悲远程给我赐名。这1年在中心跟随灵莲师姐和中心的这些师姐们，我参加洒净，参加临终助念，我受益颇多。这1年来，孩子和家人，包括我本人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孩子也考上了理想的985大学。对此，我家人都说，这就是你修佛带来的福报。所以师父，我想跟您说，我要当您的近身护法，我要跟随您的脚步，永不停歇。师父，我是辽源真莲，真莲有话对您说。感恩师父、灵莲师姐为我们打造辽源书香精舍，我们大家都每天在一起共修，按照师父的早晚课，师父的那个音频1个小时的音频，我们每天早晨9点到10点，下午3点到4点来进行共修。2年来，灵莲师姐带我们共修的大大小小，一共师姐来了9次。师姐没来之前，我们家小家都是矛盾重重、困难重重、障碍重重。在师领的带领下，我们的小家祥和了、平和了、吉祥了，所以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愿。我们在共修之后，我们的感悟是：今生一定跟随恩师，永不退转，勇往直前。恩师，我们让星星之火燎原，愿师父的法脉在燎原开花结果。恩师上人，我是长春联络中心的常莲，我想对您说，恩师上人，感恩您让我认识了佛法，接触了佛法，同时也知道了怎样能了脱生死，也跟随恩师上人这个中心的团队一起进步。在中心团队，在灵莲师姐的指导下，我从事的是财务方面的工作。我从一个就是以前在工作中比较严肃的人，不爱笑的人，到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就是不知道何时都面带笑容的一个人。我和我身边的人对此也都有感触，我也感恩师父，让我知道了对众生慈悲，多带笑容。财务方面的工作，在灵莲师姐的指导下，我们都一直比较严谨，我们也好好的守好这份家业。师父您好，我是你的宝贝弟子凤莲。长春有个地方叫小河龙，我们这里呢，有一个道场叫善导莲舍。我们每天呢都会接触到师父上人您的法语，也会常常唱起师父上人的歌，像师父上人创作的《念佛开莲花》，还有《正过思念佛》，还有《弥陀决定救度你》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我们基本上都会唱，而且唱得也非常开心，非常欢喜。唱歌的过程当中呢，学习了法，学习了这个宝，我们都非常的受益。我们呢，也会组织一些小型的放生啊，当然这都是随缘组织。放生呢，放生这些物命，我们就会把师父上人的开示，对有形无形众生的开示，给这些物命听，他们听了师父的这些开示，也都归了一。我们呢，在生活当中呢，会跳师父上人的健康操。弟子呢，也是长春联络中心的一个分子。弟子呢，会一往如前的跟住中心，跟住灵莲师姐，因为弟子知道这是弟子的一个光明，跟着中心，跟住师父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师父，我是长春的方莲，我有话要对您说。师父，我现在每天都在看您的法语，聆听您的开示，在您的法语和开示的甘露灌溉之下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师父，我想对您说，您早点来吧，大家都需要您，我更需要您。